Uncle 細個嘅時候咧，叫 Kinder 出奇蛋，又有得食，又有得玩，仲新奇刺激添。如果你都想做斜槓族，有得食有飯開係好重要㗎。第二件事，每日返工當玩咁去做，只有投入呢一份工作 ，work 就係你嘅 life。做斜槓族係非常新奇刺激嘅。作為香港斜槓族嘅鼻祖咧，完全冇根據嘅，但係都有一個少少嘅 reference。紐約時報嘅專欄作者佢出咗一本書《One Person Multiple Careers》，佢講緊 A New Model of Work-Life Success， 係2007年。而 Uncle 喺2007年嘅時候就已經係一個斜槓族啦。本身我已經係一個專業司儀啦，喺一間唱片鋪入面做 DJ， 加入咗商業電台做交通消息報導員。我亦都加入咗 Roadshow 呢個平台，主持一個音樂榜嘅播報。而點樣可以 manage 咁多嘢呢？第一隻出奇蛋，一係你有一種技能可以有8種變化。一係你有多種技能，而佢哋可以撈埋產生協同效應。因為我訓練自己做主播啊嘛，我最叻就係我見乜讀乜，所以佢帶俾我人生第一個專業嘅工作，做咗超過20年啦 MC。然後因為我廣東話好叻喎，所以我入電台揾工啦，所以我又變咗 YouTuber， 我亦都做 podcast。Uncle 第二樣教大家嘅係，請你好好建立個人品牌。如果你都知道自己嘅 IG 平時真係好個人用途嘅，唔該你見工之前同我 private 咗自己個 IG。調翻轉，有冇諗過從今日開始去累積究竟你係乜嘢身份？同步建議大家單向嘅資訊輸出，整一個網站。咩叫線下嘅個人品牌管理呢？統一形象喺呢個世界非常重要。自我管理啲乜嘢呢？第一，請你好好管理自己嘅日程表。第二樣你需要管理嘅係你啲錢。最後一樣係你嘅事業管理。我今日想做乜嘢 ？Uncle 讀中學嘅時候，我每日都係諗緊去邊間卡拉 OK 唱 K， 因為我好中意廣東歌。我立志要喺電台做音樂節目，而最終我喺26歲嘅時候達成咗呢個願望。今日中意玩咩？同我盡力玩。但係喺玩嘅時候問下自己，我咁中意玩呢樣嘢，佢可唔可以成為我賺錢嘅途徑呢？請你定一個3、5或者10年嘅規劃俾自己。如果我哋每個人都將對世界好一點呢個想法放喺自己嘅工作裏面，將佢成為你 Slash 嘅其中一個部分，我敢寫包單，你一定會達到你嘅成功。